冇對你點死㗎？講啊！講啊！啱啱上面 send 過嚟，娛樂業即將面臨開放嘅消息，所以希望各部門根據上級部署，積極配合，保障娛樂業喺過渡期間嘅穩定發展。官方嘅嘢就講住咁多。我想大家留意一樣嘢，就係娛樂業一旦開放，就會影響到原有嘅經營者，巨大嘅經濟利益亦都會帶嚟巨大嘅矛盾。所以我擔心嘅就係沉寂多時嘅黑幫鬥爭會死灰復燃。我哋面對嘅唔係本土，我哋面對嘅而係面向國際，所以勢必會引嚟好多國際罪犯、境外非法資金入侵我哋府城。而我哋身為監察局，我哋絕對係第一個會受到衝擊嘅部門。所以各位手足辛苦啦！所以上級就要求我哋全面配合，展開代號為風暴嘅肅清整頓行動。Yes, sir! 你2年前部署嘅計劃，今日可以正式實行。四爺，英球妹嘅事大家都聽過啦。嚴正陽佢一日到黑都話要開放，咁落去大家好難做㗎喎。佢搞開放，我哋先係最慘啊！最慘係我，好好一個場，話唔俾開就唔俾開。後面啲工人全部失業，日日上嚟搞事，咁你落去點算啊？你哋都好啊，啊！我聽講呢個嚴正陽搞咗個乜嘢企業黑名單，我哋嘅順豐同華心都喺名單上面。四爺，呢件事你知唔知啊？四爺，呢個名單係嚴正陽個老嘢搞嘅，我啲議員只不過走個形式表個決啫嘛，真係唔關我事啊！蕭議員，四爺想你睇晒成份文件先。
四爺使唔使玩咁大啊？你唔使咁緊張，我哋已經安排咗你太太同個仔喺亞庇日日拜佛，佛自然會保佑佢哋。我仲幫佢哋買咗2份保險，受益人個名就係你。過多4日去投票，而且按照而家嘅形勢嚟睇，嚴正陽基本上確定係佢噶啦。而且佢一上任，佢就會公布呢份黑名單，我都冇辦法嘅，四爺。如果4日之後嚴正陽唔出現，競投會點樣進行？如果嚴正陽唔出現，按照流程就會擇日再投票，或者重新選一個新嘅會長。收到。噔，我就知道呢份係你最想要嘅生日禮物。我哋嘅黃金橫傳真係所向披靡，天下無敵啊！阿哲啊，你咁爛賭又咁黑仔，以後點放心將個妹交俾你啊？唉，賭好細啫嘛，玩下啫。你估我做呢個位咁容易啊？唔使幾耐，娛樂業就會開放。喺而家呢個社會，因為亂，所以需要整頓。等我呢份企業黑名單一公開，不法分子肯定會有大動作。到時府城政府亦都唔會坐視唔理。拉晒呢班大鱷之後，咁我哋就天下太平。好停車，開快啲！開快啲啊！點錯相嘅係嘛？你識唔知我係邊個？綁架嘅係嘛？啊！
阿峰，歡迎歸隊。嗱，呢一份咧就係你喺阿鼻叫我準備好嘅資料嚟。華森集團咧可以話係近呢3年嚟發展得最好嘅本土企業。咁大間公司，啲數做得咁靚，完全冇破綻，邊有可能㗎？仲每年捐一大筆錢俾福利院基金會。如果真係間咁優秀嘅企業，點解會俾人舉報？我唔單止舉報添，嗱，仲有今次我哋檢舉人咧，亦都提供咗一份表格俾我哋，你睇上邊仲有嚴正陽嘅簽名添㗎，你公開過㗎。呢一份咧可以講話企業嘅黑名單嚟嘅。出現喺上面嘅企業將會喪失呢一次娛樂業開放之後競爭經營權嘅資格。真係有華森集團，咁即係話同嗰個姓嚴嘅綁架案有關。一邊係攞咗企業優秀獎，一邊係上咗企業黑名單，神又係你，鬼又係你，玩晒啦！呢個檢舉人幾犀利嘅喎，知道咁多內幕，咩背景？係一個好唔尋常嘅人。係同我有關。你睇下最後嗰頁先啦。就係你嘅前度女友 Julie， 佢身邊嗰個男人咧就係佢而家嘅丈夫，即係華森集團嘅董事吳欽，綽號叫做四爺。Julie 嘅細佬咧因為賭博就欠下咗高利貸，後來慘遭毒手就變成咗植物人。據我哋嘅調查，出借方可能就係四爺名下嘅公司。哇！咩事咁大陣仗啊？刑事調查廳高級督察江文峰有證據顯示，市場促進會會長候選人嚴正陽失蹤事件同你哋華森集團有關。呢個係搜查令。我係清洗黑錢罪案調查處警司周月生。我哋懷疑華森集團長時間勾結境外勢力，進行洗黑錢活動，並參與多項違法商業運營。哇！出動到雙渦輪踩上嚟，我都冇嘢好講啦。因為你要查就查，要搜嘅就搜咯。江 Sir， 你要做馬騮戲，我陪你。嗱，我唔怕同你講，如果喺呢度你抄到嘢嘅，我就唔係叫四爺。上頭交代落都要做嘅。吳生你落咁多稅，造福社會，又做咁多善事，單係睇外表，你都算係個正當商人。係喎，你哋識㗎喎。左關節，有人揾你啊！我已經冇做警察啦，我而家係監察局商業調查廳廳長。呢張我卡片。爛島嘅我見得多，爛島度睇住個牆嘅我真係第一次見。
聽你咁講，你唔係好明我哋呢個監察局成立嘅目的。我哋係想規範府城嘅娛樂業，推向國際化。計到你咁雄心壯志，真係犀利。但係點解咧？點解你會喺度出現呢？我係正當商人，打開門做生意，一定識好多朋友噶。阿左君哲就以朋友嘅身份嚟同我聚舊。你哋兩個咩關係？俾少少時間我一定查到。其實我都好想知道你今日用咩身份嚟呢度調查喎。我而家以哥哥嘅身份，想查啲我想知道嘅嘢。做嘢。喂，咁樣聽唔聽得出係我把聲啊？肯定聽唔出啦。喂，呢個咪係市場促進會嘅嚴正陽？楊琪，你扮咩聲啊？全世界人啊都知道，最怕我做會長嗰個就係四爺，你咪就係四爺身邊嗰隻狗咯。門口狗，你想點啊？我想你信唔信啊？門口狗，你知唔知四爺幾重用我啊？你死撚咗之後，個會長個位我坐啊！我做會長坐你個位啊！九唔搭八，不知所謂。你以為你自己好聰明咩？你只係個白痴嚟咋？你除咗擦鞋之外，你話你有邊一分係得噶？有邊一瓣係掂嘅？我問你究竟識啲乜嘢？你係答唔出嘢。我問你有冇嘢講啊？你想同我爭？你無出齊備啊！你個擦鞋仔，門口喂，四爺啊，你真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又話收到，你唔知道我要做咩嘢嘅咩？我哋只係想佢失蹤幾日，冇叫你搞到咁大。快啲搞掂埋啲手尾佢啦！喂，方便，你講。OK， 我知道啦。走啦，過幾日再嚟。
助理。阿峰，我以為琪琪佢嘅死只不過係一場意外，點知我用咗2年時間，發現咗成件事唔係咁簡單。喺呢段時間，方 Sir， 你約我出嚟應該唔係同我敘舊啊，嗬？你唔好再參與呢件事啦。你身邊啲人唔係咁簡單，你要信我。過去呢2年，我學咗好多嘢，我學識咗除咗我自己之外，我唔會再相信任何人。點解？點解要嫁？點解我唔可以嫁俾佢？你為咗你個妹。對唔住。原定今日舉行嘅市場促進會會長競選投票現已暫停，因為大熱候選人嚴正陽連日嚟一直失蹤。至於失蹤原因，坊間有各種猜測。近日警方已經展開調查，但係基於機制同流程，市場促進會將會取消佢候選人嘅資格，重新投票選出新一任嘅市場促進會會長。順利啊！總之你乖乖地留喺屋企，唔好周圍走。係咁啦。冇錯。四爺，今日係楊會長嘅大日子，希望下個月嘅經營權競投會，華心集團可以穩陣攞到。係啦，議員嗰邊有啲咩動靜？今日舊名單已經作廢，冇人會再過問嘅。再加上我全力推係楊會長，到時出一份新名單，好快議會嗰邊會全面通過。好，我而家同大家宣佈，以後我哋嘅放數形式有大改變。係啊，而家啲9出13歸嘅放數形式已經超過100年歷史㗎啦。你覺得你仲可以改變咩？以前我哋嘅放數形式，唔好話利息，分分鐘本金收唔翻。知唔知點解？因為嗰啲客人走投無路。萬一搞出咩事，我哋仲要花一筆額外嘅行政費用去搞掂埋啲手尾。正所謂兩敗俱傷。嗱，由今日開始，只要喺賭場同我哋借錢嘅人，佢借1萬，佢哋還1萬得。四爺，你拜佛啫，唔係做善事喎。借1萬還1萬，佢哋食咩啊？我都諗到你哋跳唔出呢啲舊思維㗎啦。嗱，如果嗰個客人攞住借我哋嗰1萬蚊買莊又好，閒又好，落幾多錢住，我哋幫佢落，但係每一鋪唔可以超過5萬。如果係輸嘅，咁我哋咪睇住輸咯。佢贏嘅，我哋就可以贏嘅錢裏面，即時收翻佢20% 嘅利息。佢贏500，我哋扣你100，俾400佢。如果係真係鋪鋪都輸嘅，咁就當我哋黑仔白做啦。
但係個本金我哋一定可以收得翻，又唔使逼死個人。講到尾，我哋都係求財啫，又唔係害命。你哋話係咪咯？係咁就即係話，我哋可以喺客人身上來來回回咁收到利息。咁我哋就求神拜佛，希望佢鋪鋪贏，我哋就鋪鋪收。呢個結果又真係雙贏喎。呢次改變嘅精髓就係喺利息可以即時就收，本金可以慢慢咁追。好，好。好啦，一於咁話。出邊已經準備好啦，就職典禮可以開始啦。好，四爺，可唔可以講兩句？我呢個會長真係唔做當家唔知當家啊！況且你知㗎啦，我老婆又就嚟生咯，屋企經濟壓力突然間大咗咁多。你想要幾多啊？即管講啦。我每年淨係要5000萬。5000萬？哎呀，會長啊，你知唔知娛樂業一旦開放，一年可以賺幾多錢啊？你坐上呢個位之後，可以幫華心賺幾多錢？係500億啊！華心分少少啊，都有10幾億啦。每年要5000萬咁少，係我預咗1億俾你㗎。咁啊，咁我都係四爺啊！多謝四爺。時間差唔多啦，出啦。係。接咗我老婆啊嘛。大嫂啱啱話個肚有啲唔舒服，去咗做檢查，但係佢又打電話嚟話一切正常，而家喺途中翻緊嚟。我唔問你唔講。對唔住，對唔住。睇緊啲啊！係。而家我哋掌聲歡迎新任市場促進會會長楊琦先生。楊琦先生係優秀嘅青年企業家，係青年才俊嘅代表。佢為古城嘅發展作出咗巨大嘅貢獻，希望喺楊會長嘅帶領下，娛樂旅遊業能夠再創佳績。喂，老婆。老公。咩事啊？楊琦，今次無論發生咩事，你都唔好亂嚟，乖乖地跟我嘅人走。你係邊個？咁我就保證你老婆同個仔唔會有啲咩意外。你死人都知啊！會長委我坐啊！熄咗佢啊！馮坤，馮坤，馮坤，捉住佢！四爺你個仆街，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嗱，呢3條區，你有咩想講啊？四爺，你知道啲乜嘢啊？有咩想講啊？四爺，同我哋講兩句啊！真係估唔到人性咁兇險，為咗自己嘅事業會做出啲咁嘅事。我強調，楊琦所做嘅嘢同我哋集團無關。遲下我會同大家交代。楊琦唔係拉咗啦咩？做咩乜都唔講啊？
楊琪雖然係已經認咗罪，但係佢淨係認晒自己做過嘅嘢咋，完全冇牽涉到其他人。咁好明顯係想刻意隱瞞啦。你哋諗下，邊個有能力可以喺個典禮上面放呢個片？華心又唔係喎，照道理搞掂嚴正陽就係為咗俾楊琪坐啫，係咪？阿木，磁碟裏邊啲資料，除咗楊琪把聲之外，仲有啲咩值得懷疑嘅嘢？都係啲好零碎嘅錄音，淨係知華心集團好着緊個經營權。錄音牽涉嘅人數超過50人，除咗明顯嘅幾個目標之間互相有稱呼，其餘嗰啲都無名無姓，而且單憑佢哋講嘢嘅錄音，根本就分辨唔到佢哋嘅身份。華心集團暗中幫住嗰個接班人，我唔希望係佢。楊琪嘅老婆，你睇緊啲喎？楊琪呢個傻仔，佢係未完全認罪，佢老婆都係我哋嘅籌碼。知道。其實你花咁多時間精力去培養一個人坐呢個位，楊琪做得幾好啊，幾稱職啊！仲有佢老婆好似就生咯喎，我哋咁搞佢會唔會啊？做咩？玩仁慈啊？我就拜佛啫，你冇㗎喎。唔係，我諗唔明你行邊一步啫。楊琪佢貪得無厭，我點會縱容佢？你知唔知當日就職典禮同我講乜嘢啊？要我每年俾5000萬佢啊！佢只不過我身邊一隻狗，我放佢出嚟隨便咬隨便吠，都係想佢幫我開路嘅啫。佢仲搞出人命，會牽連我哋噶嘛？其實最啱坐呢個位嘅人，我一早認定係你。你唔好唔記得，2年前我安排你去亞庇，同賭王打好關係。唔係淨係想你喺監察局做呢啲小角色，冇用噶嘛！我更加唔會俾你女朋友白白咁死嘅。錢冇人唔中意嘅，但係我咁樣空降去促進會，會唔會有好多人有啲爭議啊？一直以嚟，我唯一支持嘅人就係你。好 ，thank you。放心啦，所有嘢我都安排好。thank you。係啊，你同嗰個行動組嘅江 Sir 仲有冇聯絡嘅？冇聯絡啦，唔錯。係咩？咁好啊。冇其他嘢，我走先啦。嗯。喂，出去見到阿張，叫佢入嚟揾我。好。同我24小時及實咗軍節。
人呢？快啲揾啊！我明明睇住佢走咗去嗰邊㗎。有冇火？冇啊！你哋翻嚟啦？唔錯噶啦，跟一兩日先俾佢發現。唔使灰心，佢以前最犀利就係調查同跟蹤，唔夠佢玩好正常。你一個人將所有罪攬晒上身，你有冇為我哋母子諗過啊？我就為咗你哋先至咁做嘅咋。如果唔係，你同 BB 可以咁安全坐喺我面前咩？總之，你以前稱兄道弟嘅嗰班人，全部都係衰人嚟，遲早俾天收噶。不過，你都仲有一個好兄弟，叫左君志。佢每個月都會俾啲錢我哋嘅。江 Sir， 你啲手下好渣下喎，train下佢哋啦。係啊，你高啊嘛，俾啲機會佢哋學下嘢先得㗎。我哋咧就係想保證你呢個新上任嘅促進會會長平安無事啫。你知啦，你呢個 post 最近好高危㗎，唔出聲，估中晒啦。黑水灣老地方，我哋見一見。黑沙環嗰度咁僻，你想做咩啊？嚟唔嚟？隨便你。我自己去見佢，你哋附近資源，記住保持距離。Yes sir。你食唔食辣㗎？唔知辣啊，甜、酸、苦呢兩樣我樣樣食齊。你仲記唔記得？琪琪以前都唔食辣。你未做促進會會長之前，我都唔會懷疑你。原來當時係四爺安排你向阿比勾結到我。我當時爛到爭落一身債，我走投無路。你以為我喺阿比嗰兩年係白過咩？我肯定琪琪嘅死唔係意外。你仲想講咩？我都同你講咗嚟做正經嘢㗎啦，但你死都唔信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嚟，乾杯！嚟。我唔飲酒㗎。合作愉快啊！乾咗佢，飲杯啦！嚟，飲杯！乾杯！唔好飲啦！
我冇掂過佢，係佢自己跌落去嘅，關我咩事？一定要冷靜。你一個人喺亞庇，乜嘢都做唔到。人死不能復生，千祈唔好衝動啊！你幫我問下佢，我女朋友有冇俾人強姦過？คุณผู้หญิงมีตรงของผมไหมจริงๆแล้วผู้เสียชีวิตมีร่องรอยถูกข่มขืนนะครับ死者身上並冇受到性侵嘅痕跡，สามารถดูจากหลักฐานที่สภาพร่างกายหัวกะโหลกแตกครับ死亡原因主要係頭部破裂 และกระดูกหักอีกหลายจุดนะครับ同埋身上仲有多處骨折， ที่เสี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กลงจากที่สูงครับ可以肯定嘅係死於高處墜落。你要去亞庇狼狽為奸係你嘅事，你仲特登帶埋琪琪過去掩護你即係叫佢送死啫。我一直同佢講我係去亞庇做嘢，但係佢唔信。佢話我係去亞庇滾，佢要跟埋去。我點啊？你唔係唔知你個妹同你啲臭脾氣一模一樣噶啦？同我講真話！原來你早有準備。我哋咁辛苦跟咗佢幾日，終於有啲嘢可以向阿四爺交代。楚哥，唔好意思，我諗我同你要迴避一下，係四爺吩咐我做啲嘢嘅啫。江 Sir， 就算你今日好命冇事，你都過唔到聽日啊！
我哋已經盡咗力啦。對唔住。我申請而家就通緝左君哲。阿峰啊，你坐低。咩事啊？我要將你督察嘅職務暫停。點解？我做錯咩啊？因為 TICC 懷疑你長時間收受賄賂，咁所以你最好協助 TICC 嘅調查啦。仲有啊，阿慶嘅身後事交俾我處理。江 Sir， 就算你今日好命冇事，你都過唔到聽日啊！使唔使湊成咁先？阿頭喺呢度。根據防止受賄條例入面嘅收入與薪資不相稱呢一條，而家依法將證物沒收，希望你配合調查。有冇搞錯啊？我叫你監視左君哲一舉一動，你竟然打死個差佬，搞出人命！你叫我點樣保你啊？嗰個姓江嘅警察而家俾 TICC 查緊，仲喺屋企人贓並獲。四爺，你呢招真係高啊！嘢可以亂食，説話唔可以亂講。頭先講嘅嘢俾人錄咗音。咁我咪斷正。江文峰警官受賄一案表現證據成立，需要人事擔保同10萬元保釋金保釋外出候審，期間不得離境。跟住播放有關府城娛樂業開放嘅記者會現場。娛樂業開放之後，我哋將會努力建設一個更加開放、創造一個更有競爭力、更健康、更多元化嘅娛樂旅遊市場。多謝各位。喺度好感謝我哋府城政府同大家嘅信任，等我可以就任市場促進會會長呢個職務。本人就任之後，會盡力保障娛樂業喺過渡期間嘅穩定發展。你由監察局空降到市場促進會做會長，咁樣做會唔會有官商勾結嘅嫌疑啊？可唔可以透露下投票結果係按咩機制呢？嗱，首先咧，對我呢個工作崗位嘅個別猜測，我係唔會作出任何嘅回應。同時頭先你話想我簡單咁透露下投票嘅機制係嘛？亦都好抱歉，無可奉告。打俾佢，唔係殺咗你細佬。94884919。Julie，阿峰，
阿峰，我有好緊要嘅嘢要交俾你。月之灣馬路拆船廠。我俾人停個職，唔會再調查華森集團，對你冇任何威脅，放開佢。我只係相信死人嘅承諾。你咁偉大，代佢死啊！你殺咗佢，我就放過你。一場夫妻，你對我幾咁假，當我係傻仔，我可以接受，但係我唔可以接受你同佢仲有感情。你同佢講啊！你心裏面最憎嘅人就係我，同佢講啊！喂，佢話佢知道你心裏邊嘅嘢，但係我唔知嘅。一槍打死佢，我就相信你哋冇感情。你咁亂嚟，連埋你細佬3個都要死。開槍！我玩完噶啦！我根本唔係個好警察，咁多年嚟，我都唔知貪污咗幾多錢。TICC 人贓並獲，我斷正噶啦，走投無路噶啦，我想死啊！江雲峰，我憎你啊！我真係好憎你啊！點解仲要俾我哋再見翻？你知唔知我每晚對住一個我最憎嘅人，仲要瞓喺佢隔籬，係幾咁嘔心嘅一件事啊！生不如死嗰個係我，唔係你啊！令我細佬變成植物人嗰個人係你，我最憎嘅人。路係我自己揀嘅，我會承擔一切後果。阿峰，照顧好我細佬。捉住佢！
到死啦，仲要幫住個差佬，為乜嘢？為乜嘢？你信我啊，一定會更加好嘅。
昆卡先生，薩瓦迪卡，薩瓦迪卡，歡迎嚟到府城。昆卡先生，歡迎。師爺，一路上辛苦啦，合作愉快。只要我哋華心集團攞到經營權，到時咧會將你所有嘅地下生意全部轉到地上。到嗰陣，我哋咪兩家都盆滿缽滿咯。嗰位係左先生咯。佢唔歡迎我啊！薩瓦迪卡，左先生，佢唔開心咩？咩事咁大陣仗啊？咁夜叫我揾部貨櫃車同咁多人手嚟呢度？師爺，一齊影相。Terima Tuan Time。我睇你點樣洗白？驚啊！多多益善啊！點解我約見呢個人咧？某程度上嚟講咧，係屬於違反司法公正。不過我唔揾佢嘅話，我都唔知揾邊個可以幫到我哋手啊！李 Sir， 你唔使再幫我啦，我自己知自己事。你係咪就咁算數先？成件事擺明係俾人整噶啦！你根本知道係邊個做噶，不過你奈佢唔何啊嘛。咁點啊？係咪就咁放過佢啊？誒，張 Sir， 李 Sir， 阿峰，張 Sir， 你哋組嘅人最近忙到病都唔得閒病，點解咁得閒帶埋阿峰約我嚟飲咖啡啊？張 Sir， 阿峰依家俾你哋 TICC 調查緊，你唔係咁都唔知啊嘛？我聽過佢哋講，話阿峰屋企收埋咗大批美金，我都覺得有啲匪夷所思。阿峰呢批人係我哋一齊睇住佢哋長大嘅，佢嘅人品我點會唔知道啊？我相信佢，俾啲時間我啦。多謝你啊！不過兄弟還兄弟，呢杯咖啡我唔需要你哋請我飲，我自己埋單。係咁，你哋走先啦。啊，Waiter。BB 出世到而家，我一啲老豆嘅陣都冇盡過，對唔住啊，老婆。你都唔好諗咁多啦，喺裏面好好表現，我而家都冇咩要求噶啦，我只係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等你出嚟。
姓左嗰個仲有冇俾錢你啊？你幫我約佢啊！我想見佢。點啊？係咪好過癮啊？小心啲啦，唔好似上次咁搞出人命，搞彎晒我哋啲風水啊！有啲事呢度冇辦法處理，唔似得喺阿鼻咁方便。左哥，今日嘅我就係聽日嘅你。你咪以為四爺真係對你咁好啊？等佢利用完你就知佢咩為人㗎啦。有件事我想話你知，但係你要應承我，唔理你點做都好，一定要保護我老婆同 BB 平安。禍不及妻兒，我應承你。咩事啊？你喺阿鼻嗰單嘢，係四爺當晚叫我飛過去阿鼻執手尾嘅。我估你一定諗唔到，佢嫌司官收咗我錢。我依家就話你知，你女朋友係點死嘅。想點啊？我係左君哲，江文峰屋企所有嘅美金都係我放入去嘅，因為我有佢屋企嘅鎖匙，我願意承擔所有嘅法律責任，交俾警方可以洗脫你貪污罪名。咩事啊？你又想玩乜嘢啊？交俾你老大，佢知點處理㗎啦。我問你啊，我問你想玩乜嘢？你今次又想搞乜嘢啊？我冇時間同你解釋。江文峰屋企所有嘅美金都係我放入去嘅，因為我有佢屋企嘅鎖匙，我願意承擔所有嘅法律責任。阿峰，交俾 TICC。張 Sir， 快啲過嚟啊！較早前，新上任嘅市場促進會會長突然召開記者會，宣布辭去所有職務。經過本會嘅調查，華森集團總裁吳欽同埋阿鼻某黑幫組織秘密合謀控制促進會選舉投票結果。呢件事同前兩任會長有直接嘅關係。我再次喺度澄清並且重申，一切不合法嘅財團同不明來歷嘅資金將不會被考慮同埋接納。同時亦都因為我工作嘅疏忽，造成某啲不良企業惡意破壞娛樂業開放。本會已經將有關嘅資料交咗俾有關嘅部門去舉報，本會亦會盡量協助警方盡快將不法分子拘捕同埋驅逐出境。由即日起，我將會辭去市場促進會會長一職。
阿張過嚟，盡快幫我訂去境外機票。係。君家執嘢啊！江 Sir， 你叫我聯絡航空局，啱啱收到消息，有個外籍男子同吳欣買咗4個鐘之後飛去境外嘅機票。你唔好亂地啊！我要殺死個仆街，親手為你個妹報仇。關琪琪咩事啊？我而家就話你知，你女朋友係點死嘅？你幫我問下佢，我女朋友有冇俾人強姦過？請求支援！師爺，
阿嫂。
哎，对。哎，前面1、2，棒，来。对啊，都让他们回忆。他的。这个我们要把那个。但我觉得那个吊着我动不了，下不去。過去之後就變咗查佢㗎，係啦。跟住你見到我有開車嚟有車燈見唔到前面。Action！ Action！ 走啊！1、2，走！我不跟你客氣啦，低下頭不要看看。OK， 有沒有事？沒事，第6次。啊 ，OK 啦。OK 的，這個。好，宏偉換個135，宏偉換個135。哎，身高也和中間突破太陽。行啊，等等。隊長，師傅啊，不是一個人的，是幾個的。Stop！ 好。然後4、5個人，然後。腰转，来了，跟你说，眼睛转一下，眼球轉一下。就是有東西。呢就唔使做咯，後邊啲戲。哇，錯晒㗎啦，係啊，真係唔掂得佢啊，唔得啦，一定會後邊啲嘢錯晒㗎啦。係啦，執俾你。啊，係啦，慢慢做，係啦。今天這個位置，看這邊的時候，盡量多留時間給我。你看看你，抽什麼煙？讓你戒煙不戒煙？說你看看你，做什麼便當？你剛才吃什麼挺香的嘛？面干什么？没有，我不是看看我这边走。
两个大八卦搁这唠啥呢？没感情吗？回下去了，回下去了。導演呢班輸咗數啦，生咗啊！係啦，呢個點可以接？女仔啱啱未由喐變喐。如果你真係鋪盤都輸嘅，一切正常，正趕着來現場。啊，sorry 啊。哎呀！佢個撚樣係咪笑呀？啊 ？OK 好，來起。OK，手呢度。走。2億，2億美金啊！2億美金。